继续要来讲527的传统风俗，拢会做香茶啊来赶糖、安神、保平安。台中太平的新平国小特别邀请中医诊所甲学校教小朋友用天然的中药材来做香茶啊，嘛互学生学到中医的文化特色。 囡仔一个排队，甲口袋内底药材粉特别去纸袋内底，因要来制作家己的香茶。太平区新平国小是连续真侪年邀请中医诊所来教囡仔制作香茶，同齐学传统节庆的风俗。端午节会有很多蚊虫，所以要来做香包。中医诊所团队甲囡仔随啊小解，因会用什么中药材来制作香茶，唔来当赶棒糖，偏落过当互心情放轻松。然后这些香包材料呢，它可以让我们安神、驱蚊虫，然后可以放在那个衣橱跟鞋柜里面。甲药粉包放去茶内底，亲手做香茶就做好势咯。学校希望透过这款活动，互囡仔熟悉527个传统风俗，同时卖当提拔中医的文化特色。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